干你娘！看要打要砍都可以啊，好不好？哎呀，哎呀，是啊，啊，让我回来嘛！干你娘！不要他妈鸡巴人多欺负人少，干你娘死不拉更啊！干死不拉更啊行为！他妈有本事就1对1嘛！干你娘！鸡巴找那么多人干嘛？干你娘！操死不拉更啊！干死不拉你娘给老母！干怎么样？哦，哦，没关系，然后我在我家等他了，我在我家等他，对对对，我在我家等他，对对对，你要追求了，没有追求，干你娘，在我家等他，对啊，对啊，哦，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随便啊，啊，随便啊，干你娘，老七，哎，他妈的，有本事就自己一个人来，干你娘，老七吧，靠着人多，你他妈算什么英雄？他妈跟狗熊一样，干。狗熊，我说你们跟狗熊一样，狗熊，这个怎么直播？这怎么直播？你不这直播就了？狗熊，世界会打你？不会啊，为什么会打我？世界为什么打我？不会啊。等着看。好了，好，OK，来戏子找我。对，来戏子找我好不好？来戏子找我，我就是在开直播，对。乖，嘴不要再求了，敢试试看啊！他妈，你欺负我，他妈的，我还怕你啊！你欺负我你欺负我，我还怕你啊！是啊，你欺负我，我还怕你啊！看你啊，我真的怕你。我们讲要到了吗？哦，好，OK，可以，慢慢开啊，等着。你们等着啦，等着看呗，你们就等着看呗，干你娘老鸡巴，等着看呐，你们就等着看，啊鸡巴嘞，出外他妈注意一点呐，等着看，你娘，我要没有干掉你们，他妈跟你们姓，等着看，你们就等着看，哎，我说到做到，啊，我说到已经做到，啊，等着看。他妈注意一点，哎，认识什么？认识川哥啊？啊，认识强哥啊？是哦，看你啊，老鸡巴，谁啊？认识谁啊？哦，是哦，很大哦，看你啊，小哦，干，气话完。被家己掠，无去找你，你也奇怪，恁爸啊保证来困，我在保回家睡觉，啊，习惯嘛。你想要做老大啊？恁爸互你做一个较大的，啊，真的啦。你想要当大哥吗？我他妈鸡巴让你当一个最大的。当大哥，让你当大哥。
小林哥，我那天怎么跟你讲话的？他妈的，你自己很清楚了啊！不用他妈的当场那边给我呛虾呛冰啦！啊，小林哥，拄好就好啦，小林哥啊，大家等咧看的啦，干你啊老鸡巴，大家等咧看的啦，干你啊无鸡巴，大家等咧看的，呸！干！别当来看的，我气吧！你出外你就要注意，出外你妈就要注意点。我好怕，我真的好怕，怕死！操！真的好怕。赶紧到，赶紧你一挂人，你也出门要注意。家庭家好，你就家庭家起摆也了我。恁爸咧家庭了起摆，要甲你好我讲话，恁俩当作恁爸咧家庭了起摆，你要算。恁爸就要盖上，恁爸就盖上。你等，你就安尼等咧。恁爸互你知影，你袂晓。就等我，你就等着我是谁。我已经找你了。带做人 Q 一个人，干你娘老死吧！你这叫兄弟，你倒一个兄弟啊？你倒一个兄弟啊？带执行啊？带班官啊？干你娘！带你遐多兄弟啊？干你娘个鸡啊！你这个兄弟啊？输了囝啊！你干你娘！输了囝啊！你干你娘个鸡巴！你别跟你讲输了囝啊！你别即摆跟你讲啦，你输了囝啊！鸡巴！干你娘！食新闻你要等你啊！你晓无？要食新闻你等你啊！你也试看卖，干你娘！干你娘！输了囝啊！你假老母！你看你们问个乖哦！输了囝啊！你假老母！干！你把我们俩掉，我们俩就会散。我们俩就会散。我没有像万国兄我从来没有像万国兄而且像那些小弟那些小弟那小弟他妈真的是普龙宫干你娘鸡巴干你娘万国兄带恁遮阿弟啊，干你娘真正闹鬼，真正有够闹鬼，干你娘真有够闹鬼。真我老我连讲我会去到万国遐熟悉一下啦，唔免恁带啦，大家试看卖你就知影啦。干你娘！恁爸去到万国的熟悉啦，去到万国遐熟悉一下啦，免得干你娘才出去，规工才出去，来干你娘，规工才出去。在那看，我没有像万国兄我没有像万国兄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像万国兄
真咧看啊！林北干你娘！绝对叫你大哥他妈把你叫出来！哎，干你娘嘞！好奇怪！错赛哦，我真正错赛，我足惊的啦，我真正足惊的啦！哦，我真正足惊的啦！啊，系啦，我真正足惊的啦，我惊到要死啦！哎呀，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桃园？我跟你讲，明天我要去桃园。哎呀，奇怪嘛，又在干什么？我没有枪犯国兄哈，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枪犯国兄哈。有没有讲一些废话啦？没关系，有人在等我就等我，没关系啊，等我啊，来啊，来啊，好啊，没关系啊，我就在求啊，我家有人在就在啊，怎么样？对啊，哎呀，在就在啊，怎么样？对啊，哎呀，我大不了回去公司而已啊，我没差啊。哎呀，我大不了回去公司而已。叫你不要去，你就要去。对啊，是啊，干你啊，真正啊，配头咱人家囝啊，你干你啊，会气歹，真正配头咱人家囝啊，干你干你，结果你娘气歹，曼国兄他妈的都，曼国兄他妈的真的干你娘，他没有出来啦，你真的很惨，是哦，我很惨的哦，我就惊呢，好，曼国遐也无咧讲道理吼，安尼我也无想要甲你讲话啦。哎呀，我也不想跟他讲话。哎呀，我也不想跟他讲话啊。哦，你讲啥讲的，我讲的啦。哎呀，自己打给人家呛侠呛皮，我打给人家呛侠呛皮，你他妈你才笑死人！我打给人家呛侠呛皮，你他妈你要不要好笑啊？啊！我早就知道他在摆你道了。对啊，阿信啊，今天啊，干你啊，大家你啊，起来试看卖啦，干你啊，这边啊，不是就好厉害啦。对啊，你就继续讲各路阿兄啊，我跟你讲啦，你不用他妈鸡巴，一直他妈给我按赞啦，他妈装作好像跟我很好一样啦，好不好？你当试看卖啦，干你娘有鸡巴！恁爸也无就洗尾的啦，哎呀，看破手脚，看，有一条拖过年的啦，
好不好？有才调看个人的啦，莫规工阿弟啊偌济偌济钱偌济偌济，哦是哦是哦，干你娘鸡巴！你再唱各路大哥名字试试看，是哦。我说我像各路大哥名字试试看哦。我即马甲你讲啦，哦，啥白人边仔的四哥我是知啦，宏源哥因公司我嘛有去过啦，你干恁老母鸡巴！你即摆要讲啥啦？你要讲高雄的香哥，啦，我也食过饭啦，你要讲啥？喜剧猴哥哟，我嘛甲食过饭啦，你嘛听过我讲过话啦。干恁老母鸡巴！你要讲啥啦？你要讲啥？讲恁老母鸡巴啦！讲恁老母鸡巴啦！你别讲恁老母鸡巴啦！别说干恁娘老鸡巴啦！你别即摆来讲干恁娘老鸡巴啦！恁娘要鸡巴，你别鸡巴啦！你别说干恁娘老鸡巴啦！我傻笑。